父亲节，忆较早目中的老爸。文录音单立文。过无几天就是父亲节，一般人改用勇士、巨人还是山来形容老爸伫家己心目中的形象，和老爸对家庭的重要性。毋过，自我有记忆以来，老爸两字一直就是暴力的代名词。较早无写家暴法、儿少法，且保护人权的法律。若拄到家暴，无法度离开，就是吞忍。阮老爸是标准雷公性。伫阮兜，只要是伊无欢喜、无介意的，伊讲就准算，起歹都免理由。所摆自细汉，阮兄弟姊妹就是伫情绪失控甲暴力的环境得过日子。3天2天看爸母搬武夹戏是世上的代志。随望且毋甘老母不时互老爸拍甲乌青激火。毋过，阮要细汉，无法度保护老母，这是向时上无答话的心情。逐工拢瞓袂得，困醒就变成正义判官。随着日子一冬一冬过，落伫老母身上的拳头母并无减少。老爸有缘到圣地，卡袂得就举起来四界放火开枪。规间厝无一时仔平静。读册的时阵，有一款老爸心情真怨切。我怨愤家己出世伫即款家庭，怨叹是安怎我无好的爸母。我欣赏同学拢有正常的家庭，是安怎我无？一款吵吵闹闹的家，互人失望，敢若想要赶紧脱离。毕业了后，生命经过磨练，对人和关系有一寡体悟，知影咱人无可能就正。就算老爸捌用暴力伤害过厝里每一个人，阮愿意加一丝仔了解，去理解伊是安怎干那会晓用暴力来解决代志。咸菜是伊成长伫无爱的家庭，才互伊变成一个毋知影要安怎爱的人。以前若想到老爸，只有满腹愤怒。经过岁月坎坷甲学习，阮知影每一个生命要伫世间生存，拢无简单。虽望袂当讲伊过去暴力行为是对的，毋过理解的心为必顺的关系找到和解的路。知影老爸只是用伊会晓的方法伫生活和生存。佮来到父亲节这个节日啊，老爸，祝你父亲节喜乐平安。